这是中华的消息，中华园林一个姓，这个算印尼一个刊物，10月底呢，伫照顾一个姓涂的老先生时呢，将这个消毒水倒入这个因某这个水杯仔内，因这个太太讲啊，因翁车祸一人无在了照顾，才会申请1年的看护甲斗3工。想要到这个看护，趁大家无注意的时，将这个消毒水咧甲倒入伊的水杯仔内，加在伊啉一喙，感觉怪怪，随配掉。事后伊问这个看护讲是安怎要安尼做，对方甲讲，因为受厝想要转去，和雇主这个伙仔真无奈。穿土色衫的印尼看护长咧体，因为车祸无法度自理生活的土生老伙仔惯习，医生甲倒啊整理的扫落来，竟然甲消毒剂倒入去涂太太杯啊！这时阵涂太太也被发现，不过啉一喙了后，感觉无对当，就随甲配淡掉，规个过程拢互处理的监视器翕落来。厝内人问看护讲是安怎要安尼做，医生哪口哪讲，想要登去处理。我昨天早上就把它放在这里来。他跟着照就给它放下去，我再把它喝一口，马上又觉得不一样，因为那个水真的。你看到的是它。伫咧中华园林，一个印尼看护来做是特别3年，主要照顾爱互惯习的老伙仔，想袂到竟然甲消毒剂放入去饮用水，而且佫唔拿一届。我这是在厨房喝过1次，我就跟说，三弟，今天的水不太一样哦，他就这样大了说。你不是每天都喝这样吗？敢若是因为厝内人对伊的动作定定来指正，互伊感觉不满。事后土生一个伙仔嘛到警察局备案，看护嘛互中人带走，4月底已经离开台湾。不过加在啉着消毒剂2届的涂太太，啉一喙就知影唔对，无造成更较大的伤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